如果識飲水嘅人咧，係患癌嘅機會咧係至少可以減低79%。飲幾多水先至夠？其實有條公式計嘅，長者特別要飲水。今次繼續同大家講下飲水嘅學問，因為以前都講過啦，但係我覺得係唔足夠，因為飲水咧對我哋嘅養生實在係太重要啦，有好多未講嘅嘢咧，今次要補充翻。嗱，未講嘅嘢係咩呢？因為我以前講飲水，主要講飲水嘅水分子要細，用嗰啲叫做 RO 機叫逆滲透水。咁但係咧，其實除咗講嗰個水分子要細，能夠穿過個細胞膜之外咧，有一樣嘢大家要記住，就飲水嘅溫度都要注意，因為水咧千祈唔好飲過熱嘅水，亦都唔好飲過凍嘅水。嗱，我哋嘅人體嘅體温咧，我係恆温啊嘛，通常係36.1至到37.2。你通常高過37度咧，通常就會發燒。所以我哋講咧，你要飲水唔係同人體嘅體温一樣，一定我要能夠令到嗰個温度咧可以容易滲入嗰啲細胞同埋血液。嗱，嗰個温度係幾多度咧？係25度攝氏。攝氏25度嘅水就等於我哋而家所講嘅温水，唔係太熱，唔係太凍。因為如果水太熱咧，會傷到我哋嘅黏膜啊，亦都我哋嘅食道啊，我哋嘅胃啊，都容易出現癌症。所以記住，一定要飲温水，唔好滾水。嗱，呢個係一定要記住嘅。因為而家我哋已經外國有個研究指出咧，如果識飲水嘅人咧，係患癌嘅機會咧，係至少可以減低79%，所以你飲水當然係同養生嘅關係好密切。咁啊，除咗要講飲水之外咧，我哋亦都冇提到飲幾多水先至夠。其實有條公式計嘅。而家我哋通常得出嚟嘅公式咧，就話你每日嘅飲水咧，係將你嗰個身高同埋你嘅體重然乘10，就等於你每日應該飲水嘅份量。嗱，譬如話你係170公分高，70公斤重，170加70乘10就等於2400個 cc。呢個我哋係飲水嗰個應該嘅份量。所以通常女性嘅體高冇男性咁高，女性嘅體重亦都一般係低於男性。所以外國亦都指出，如果你唔計數，大概咧女性咧每日飲水就11杯。男性就大概要飲水15杯，咁你要飲水問題啫。但係問題你點樣飲法都要計喎，因為記住水咧唔可以大啖咁飲，因為已經講出話我哋成日講飲水嘅重要，就忽略咗一樣嘢，飲水太多會出現水腫。我哋有一種症狀叫 overhydration。飲水太多，亦都能夠飲水太多會令到個血變咗叫低鈉症，亦都影響個身體健康。所以你唔好話我係飲水好，我大量飲水，飲水要適度。你見住你飲水唔夠，其實你可以能夠檢查咩？就檢查你睇下自己嘅尿嘅顏色。如果啲尿咧係茶色或者係蜂蜜色，即係深黃色，咁你表示你係缺水嘅，你必須要補充翻水分。最好嘅尿唔好話太淡就冇喎，最好嘅尿嘅顏色係淡黃色淺黃色，呢啲尿係最正嘅。即係我朝朝都睇自己啲尿係咩顏色，一見到茶色咧，不如咧一定要飲翻水。如果你嗰啲尿係茶色嘅、深黃色嘅，你飲完水都仍然係呢種色咧，唔該。叫你睇醫生，可能你嘅腎有問題，可能你嘅肝有問題，可能你嘅心有問題。啲心肝腎都同水好有密切嘅關係。咁除咗講呢個飲水嗰個份量之外咧，你知道飲水記住一定要一啖一啖飲，唔好咕咕聲大啖飲。大啖飲咧，馬上你等於諗一盆花你大盆水淋落個花度，嗰啲花就會死㗎啦。啲人都係。你通常要慢慢滲透，所以你記住飲水，你係一啖一啖細啖咁飲。呢個係飲水嘅藝術，亦都係飲水嘅技巧。唔好話咕咕聲飲晒。咁我哋知道咧，我哋知道飲水有好多唔同嘅種類，咁我要選擇性飲。我以前講過咧，千祈唔好以茶啡嗰啲咁樣嘅
飲品啊嗰啲果汁嚟代替水，嗰啲唔係水，嗰啲反而增加你呢個係排尿用多咗，更加能夠令到更加缺水。咁同埋飲水嘅時間，最重要係2個時段你必須要飲水嘅。起床時咧，長者特別要飲水，因為發覺到好多長者咧，通常中風出現嘅時候就啱啱起身之後，嗰個時係最容易中風嘅。所以你起床坐定定，坐喺床邊唔好起身住，飲翻杯水先，然後令到呢啲血咧比較稀啲。咁一稀咧就唔容易中風，一結咧就容易中風。呢個係第一個要原則。第二樣嘢飲水嘅時候，除咗朝頭早要飲水，第二個時候就晚上要飲水。嗱，晚上飲水亦都有技巧，因為如果你臨瞓前飲水咧，對長者嚟講就有一個好大嘅麻煩，就會有夜尿。所以你夜尿就好煩嘅，不停你瞓開覺出嚟要小便要尿。所以我哋講夜晚飲水係睡前嘅2個鐘頭之前，你就要飲多啲水。俾個問題喺瞓前之前咧已經將啲尿排出，但係已經血咧已經稀咗，所以飲水嘅時間都好緊要。然後你最好咧，你每個鐘頭都飲少少水。有好多人係忘記嘅，所以我建議咧，如果你工作啲嘢喺寫字樓工作嗰啲白領麗人啊嗰啲，全部記住最好擺樽水喺你嗰個枱頭遠嘅地方，俾你容易見到提醒你要飲水。否則你忘記咗，掛住做嘢，跟住飲杯咖啡、飲杯奶茶，以為當嗰啲飲水，咁就大劑。所以飲水係每個鐘頭都要盡飲。你計住自己每日要飲幾多杯，女性11杯，男性15杯，你就可以能夠提高你個飲水嘅效果。咁而家你唔飲水，你仲喺一啲特殊嘅環境嘅飲水就特別重要嘅。點解？就搭飛機嗰陣。嗱，我哋有一種病嘅叫做機艙症候群，因為喺飛機上高咧係空氣乾燥，特別缺水，但係亦都好多人喺飛機嫌去廁所麻煩，所以唔飲水。所以你變咗喺機艙唔飲水，加上機艙嘅空氣唔夠咧，你通常坐飛機嘅時候咧個血就會變咗特別結。所以你變咗好多時候咧，我哋以前有位我嘅香港嘅著名嘅作家係我嘅長輩，年紀大嘅人一定記得嗱。咁佢1980年過身㗎啦，呢叫司馬長風。司馬長風佢去紐約探佢個太太同埋仔女，喺紐約機場一落機時中風。咁呢點解會中風？可能個原因就係因為佢喺機艙度冇飲水，亦都能夠喺機艙咧冇飲水，令到佢啲血咧比較結。一結咧就容易出事，呢個係一個我哋推測嘅。咁結果佢中咗風之後啊，個半月之後咧就離世。仲有一樣嘢咧，我要提一提大家咧，就好多人中意而家咧喺市面上中意食泡飯啊！泡飯咧即係湯撈飯。咁其實咧喺嗰個為呢個養生嘅觀點嚟講咧，水還水，飯還飯。食完飯之後，你可以飲湯之後食飯，或者食完飯之後飲湯都唔緊要。其實飲湯先係最好嘅。但係記住，你如果嚟嘅湯卡飯，千祈唔好一啖湯就一啖飯。咁其實係對嗰個腸胃特別好傷嘅。呢個泡飯，所以可能有啲鋪頭話叫做倒米啊，唔叫人唔好食泡飯啦。但食湯飯係唔好嘅。最好能夠就你食完白飯或者飲完湯先食飯，然後先至可以能夠咧係對於我嘅身體有幫助。呢個係飲水同埋飲湯嘅技巧，呢個係要記住。今日就講住咁多先，歡迎大家分享、讚好同埋訂閱。拜拜。